俄罗斯乌克兰la战争西比上场la年度全部是上的这个。日东年尼路的尼比能，俄罗斯目红乌克兰个三次是来年等卡辛国瑞吉拉，芬兰等斯威登尼上场个公司是个年是不正，大陆的这边呢，芬兰人是上场空多国家可甚至所去不个。A new era begins.但那第二十二是跟过这个son，芬兰这将雅克山当的不是让你个电子个你当亚基当有上层个空洞是结为，俺做业绩当个你不当，没和亚基是新松事。And room for maneuver. 斯威登大东上层是属于了个你的有了，电影空洞雅克土耳其斯威登qui可出这个着急不能认真些准备，没那别公司有不是你，更高是有张。Turkey 个政策提米，大东没听你的了，专门些人巴嘞。I hope that 我们个提米刚就刚刚推出时的，斯威登上层个公司是有促进主特别的话就可以是。你当年什么个路上层个乌克兰来加入下就很切的当地，空多加克当个穿插当某种个特了乌克兰来让我们下属个讨论走。大陆大东边呢，从空加克跟过去从的当上层个乌克兰可出空生这个地特了，加的浪浪起行。一个人上场是是个特浪卡切尔当。We are pretty much becoming de facto. 我做你很当的人是特。在顿说过他那些呢，我做在位产业上层个空都是你当你人巴里些。Running an army. 让上层个实际台跟干正十万是几些呢？乌克兰真正的公司是的呢，上层过这个特殊这个因素。I think Ukraine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capable. 你想呢？乌克兰呢，你都讲个我做听着也很稀的。因那样，乌克兰上层个公司大人是什么样呢？个人都记当个你了，朋友跟经理这些上面呢，恰是跟那顿全部是的事。乌克兰的上层当有不听错了，上层个公司是的当，俄罗斯人各个下的这个特专门下人巴嘞。上层空个雅克科技基，乌克兰那边的毛这个的拉真正的公司是因为认真下去那样，下当地毛这个的让人动一不上看有巴嘞。 To say that Vladimir Putin will have. 给的这是在普京的讨论认识在的没得的，让这个你都经常上因为这是在乌克兰上层个公司是特别门的这些的。Ukraine to NATO. 但那上层个刚是的了，乌克兰上层个公司是的啷个呢？大东你都没把是的真的。